在地人在地情，有一个单身的男子要求好姻缘，到日月潭的月老庙来求签，结果抽到一支这个抽签，这个签诗，劝伊唔通迷信，爱相信家己。这个男子是来苦笑，讲就是找无某，才来拜托着月老，想袂到月老叫伊就爱靠家己，这敢是月老无愿意甲斗相共咧？庙方讲哦，凡事也着神也着人，只要家己有企图心，勇敢来行动，安尼好姻缘自然就会到位。日月潭龙凤宫服侍月下老人，平常时拢会有真侪男女来到这求姻缘，顺续抽签问事。进前一个独身查甫人抽到这支签。签诗写博以决棋，不棋好卜。若换做白话，就是莫迷信，相信家己。查甫人笑笑讲：我就是找无爱人啊，就要甲你拜托。你叫我靠家己，个莫迷信。民众老话愈好笑。有人讲月老可能感觉伊嘛无法啦，月老叫你莫来讲价伊成功率。一场我嘛抽过，已经放弃这间月老啊。有人讲应该是有真侪人会当选，毋过你拢无满意。听自己的，不要听别人的。还是自己要有动作，要主动，不是说就是拜一拜，然后就一定会有的。他自己都不改变他自己，然后求神也没有用啊。别讲签诗的意思是指引方向，不过一件代志想要成功，家己嘛需要付出行动。我纵使跟你讲说有多好的女生在你身边，你不敢冲，你不敢做，这个缘分也是不了了之而已嘛。人家说爱喜嘛爱人啊，要人，你要神明帮你的忙，也要自己有那个力量，也要自己有那个企图心。别讲这个签诗不是无好的，是抽签的人爱相信家己的能力，那是天时地利人和，好姻缘自然地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